芊芊，芊芊，别看了，省得伤心。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芊芊要对你用情至死。 为了让城主赦免于你，居然自强还锐。如果我知道，就不会去投桃花府了。率护城郡围攻你，形势所逼，立场不同。你也是为了救芊芊，也不会献祭城主，将所有的罪名推给你一人。是你让城主杀我，这就完全出于私心了吧？你以为我死了，你就能和芊芊在一起？ 是我害芊芊殉情，是，都是因为你。你看，他宁愿自己躺在棺材里，也不愿意让我死，却和你在一起。 你还有颜面说这种话？芊芊自尽，你丝毫不见悲痛，可见你对他只有欺瞒、利用、作弄。我恨就恨在没让芊芊认清你的真面目，让你认罪伏法。事已至此，此生你与芊芊无缘，此后你就忘了她吧。忘不了，怎么可能忘呢？是我让他等了太久，从20起，我俩会约既定，我就应该顺应这段姻缘。怪我年轻气盛，一拖再拖，才与他一再错过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早点下手，就轮不到我了。玄虎这男子薄情寡义，早知如此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他让给你。你让的，明明是我自己争取的。我对芊芊一片真心，竟被你看成草芥。真心？少君肯为他殉情吗？殉情？你不敢，但我敢。芊芊是我害的，我不会让她一个人孤单上路。别，你等等，别冲动。我去陪她。我让你等等，等等。天，
你还活着？做了个道具，想瞒天过海来着。你这诈死啊！哎，不是说好骗过所有人？怎么一轮到裴恒，你就舍不得？你都快逼死他了，安的什么心？这，我就是不小心说岔了。裴阳，对不起啊，让你难过了。我这也是逼不得已，实在没办法了。是为了韩硕，还为了让楚楚放下戒心，你是不是要离开花园城了？韩硕，你出去一下吧，我有话要跟裴恒说。